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4，诗篇46篇1节安尼讲：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快乐，是患难中及时的帮站。三角来祈祷，做阮的避难所甲快乐，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站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愿要向你献上颂赞、敬拜甲感谢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全能上帝，你是阮活命的源头甲依靠，你的作为奇妙可畏，你的慈爱续到永远。主啊，愿学了你，敬拜你，尊重你，因为你伫历世历代显出无比的权能甲疼痛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手永无离开阮，你时刻甲阮三角伫地，做阮永远的保护甲照伴。主啊，伫阮经历患难的时，求你赐下对你来的平安甲快乐，互阮无灰心退步，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，阮的快乐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站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